后来继续来看，为这个嫌犯来诊断的医师，伊讲伊至少是重复看6届以上，才做出着这个嫌犯带着视觉失调症的鉴定的报告。立法院国民党团今仔日表示，希望会当来修法，要求法官至少都要找2间以上的鉴定单位来协助。若是这个病患的病治袂好，都要一世人隔离治疗。卫福部讲，这会当来讨论。不过卫福部嘛讲，这社会若甲视觉失调症的患者带愈侪标签，因就愈毋敢来接受到治疗，恐惊会造成更较侪社会问题。铁路警察李胜汉和姓陈查甫人举刀抬死，验过这个查甫人有得着视觉失调症，嘉义地法院引用刑法第19条第1项判无罪。他只有说，以他的情形，他在停药的时候，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有不能够判断，但这个是不是符合刑法第19条的规定？当时替姓陈查甫人进行鉴定，医生强调讲，团队是经过至少6摆看诊，才做出这款的鉴定报告。有社工师、有心理师、有住院医师，还有包含我这个主治医师。根据法院提供我们的证据、病例，还有个案他当场的一些陈述跟症状表现，应该要修法，要求我们审的法官应该将被告的相关病史要嘱托2家以上的鉴定单位来做鉴定。除了希望鉴定单位要2间以上，国民党团嘛拍算针对强制就医的年限提出修法。修改刑法第87条，你要无罪，那你至少你要能够有一个终身隔离的一个机制，等于是一种危险分级的概念，不要说一律就5年到了就必须要出院，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了，否则还有待我们未来再来讨论。当你越排斥他的时候，他越不敢出来治疗，更多的污名化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。卫福部嘛讲，严重的视觉失调患者，目前我都强制要求伊送医治疗，在修法完成前，只能在人权甲社会安全之间，尽量找出平衡点。